先，你叫咩名？你狗叫咩名啊？我叫 Denise，佢叫 Duffy。Hello，大家好，我係 Joey，佢叫做 Homa。我叫 Ivy，我隻狗狗叫泡泡。我叫 Winnie，我狗狗叫 Kevin。我叫 Kathy，我隻狗狗叫 Katie。我係 Debbie，佢係我嘅狗狗 Purple。我叫做 Miranda，呢隻咧就係美露，咁呢個係多多，咁呢個係咖啡。我叫阿福，狗狗叫 Tom Tom，佢有個女，佢叫 Ella。Hello， 我係 Vivian，咁佢叫叉叉。Hello， 大家好，我係 Tip 啦，咁佢叫做毛毛。我叫 Macy， 佢叫 Coffee。我係 Dora， 呢個係力力。我叫 Hazel， 佢就叫靚波。我係 Candy， 佢係多利。叫 Kathy 啦，咁呢隻係任啤，呢隻係任性，呢隻係任少。我係 Nadia， 佢係 Wally。我係 Rianne，佢係啤啤，係 Cookie。我係阿 Jack，佢係 Money。我係 Ivan，佢係 Nana。我叫樂樂，我係 Sonia。我係 Joe， 我係 Vivian。Hello， 我係 Ivy， 我哋都係協會嘅動物輔助治療師。我哋係1年班，佢係 P 牌。我哋今年2年班，不過我哋喺 HKATA 已經7年啦。對唔住，我哋今年9年班。美露咧就1年班生，咁咖啡咧就6年班生。我參與咗7年。我參與咗10年。我哋參加咗 HKATA 有2年幾啦。我哋參與咗協會3年。我哋參與咗 HKATA 4年啦。我哋由2014年開始參與到而家已經10年啦。水藍色嘅制服，好多零食同埋好多朋友。佢哋好有理想。鐵三角。好棒棒哦！諗起一班富有熱誠同埋好有愛嘅導護師。諗起水藍色，諗起夢想同平台。3個型狗狗同埋每日 WhatsApp group 叮叮叮叮叮。動物福利、熱誠同不計較付出。制服啦、梳啦、水兜。超級細粒嘅零食、地墊同埋梳。我件制服，佢件制服，同埋好多零食。尿墊啦、地墊啦同埋制服。好興奮啦，好開心啦，但係咧又好淡定。好奇啦、開心啦同埋連結。期待、開心、刺激。專注、擔心，有啲嘅興奮。同湯同一樣，開心、興奮同期待。感恩、感動同埋意想不到。初初會緊張，但係之後都會放鬆嘅。都係緊張嘅，但係都係開心同輕鬆嘅。感動啦，覺得幸福同埋開心嘅。緊張、期待、滿足感、自豪。開心、感動、新奇。夢幻、溫暖，有啲壓力嘅。開心、樂觀。好優秀同好貼心。溫柔同埋耐性。任啤係一隻有自己諗法嘅治療犬，任性就好親人，有少少係暖男嘅。佢係班長同埋好熱情、慢熱、專心。有愛心同埋有責任心。係慢熱嘅，同埋中意觀察。富有同理心同埋觀察於微嘅。願意配合嘅，一眼關察。仍要學習，都專注嘅。花花群組成員，同埋勇於學習。勤力同埋細心。開心、緊張、反應快。仔細，好中意做教材。 freestyle 唔認真嘅。HKATA 係一個好有原則、好有愛心嘅機構。我覺得 HKATA 係用心同埋努力嘅機構。我覺得 HKAT 係一間好專業啦，同埋好有人性嘅機構。我覺得 HKAT 係一個好關心每一個人同埋每一隻狗仔心情嘅機構。HKATA 係一間重視動物福利、專業又帶住愛嘅一個團隊。HKATA 係一間有愛而尊重生命嘅機構。